由俺徛伫咱三个用心的改变，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心的改变，予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三个用上帝话来启应，启应文第49篇，也就是以赛亚书55章。来，喙带人才有水。来买酒，来买面。恁哪着开钱买袂正直的面？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面通食。趁找袂着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，就归向上主，以备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加偌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。要互野种的有种子，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，恁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，以前有刺皮所在会发清白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天父上帝，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敬拜阿罗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掌管一切，阮的生活甲性命拢在伫你。你是永远的上帝，逐个骹头拢要跪拜你，所有的嘴拢要来学了你，承认你是上帝。慈悲稳定满满的主，愿用感谢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带救赎甲应允来到世间，你时常用你的慈悲怜悯来满足阮的心愿。你也伫阮逐款的境遇中，用你的好旨意来引带阮行头前的路，享受伫你无尽的稳定中。愿要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省察阮的过失，要将阮济济无奈心内的罪恶感、行为上的失措，放伫你的面前。求你通过主耶稣的救赎，来撤销阮心内的怀疑甲惊吓，互阮通坦然甲你交陪。阮知伫即个世间，阮只不过是寄居的人，
袂当对即个物质的世界来得到帮赞。只有独独倚靠你，才有真正的平安甲喜乐。恳求圣神踮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对你所启示阮的话语，得到心神甲信仰上的帮助。求以马内利的上帝临在伫阮的家庭、阮的社会甲阮的教会，也愿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耶稣基督来激励阮，互阮时刻经历你温暖甲拯救的喜乐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赞美，先歌对今早起所要赞美的诗歌，欢喜甲愿望的圣诞歌。We
三个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24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16节，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踮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。毋通拍花圣神，毋通看轻神旨的话，凡事着查验，好的着接受，着离开各样的歹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真正圣。佮愿恁的神、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叫恁的是信实，伊也要正义。以上，愿上帝话赐福听伊的话，佮行伊的话人，讲道老牧师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引带阮，互阮搁一摆踮伫你的圣殿中间，同齐来敬拜阿罗你。那我群圣诞，阮的心也那期待。上帝，你的疼临到伫阮，上帝，你的拯救临到伫阮。愿主你的神踮伫阮中间，照着你的话，成做阮性命的帮助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兄姊妹来平安。咱活伫一个愈来愈紧的时代，所以咱爱有耐心去看一寡较长的文字，其实是有困难的。尤其什么踮伫网络顶面，逐个人拢讲啥物，字愈济吼，愈少人想要看，字愈少的，佫无够，佫爱安怎？佫爱有相片，上好佫爱有影片，无人想要看。进前捌上一寡甲经营者的网络媒体有关的课，老师就咧讲吼，恁逐个人即马拢少教义讲，Facebook 顶面爱有足侪人起赞对无？安怎会当互更较侪人起赞呢？伊讲有几个关键，头一个你一定要有相片，字袂当伤济。过来相片内底爱有啥物人利用看觅？绝对毋是牧师。相片顶悬吼，上侪人会去起赞的头一个，你爱老人。只要迄个相片咧翕老人吼，足侪人会甲你起赞。过来第二个囡仔，对，第二个过来你翕囡仔，囡仔绝对足侪人甲你起赞。过煞第三个咧。第三个叫做美女，嘛足侪人起赞。伊讲你若是这个无哦，安尼剩第四步啊，第四步叫做买一送一。买物件的时阵，要买一送一，安尼足侪人会甲你起赞。咱已经足惯势伫一个足紧的时代咧震动，所以咱真正要读一段足长的文字是有困难的。就着是咱咧读上帝话语，其实咱嘛一直咧锻炼这项功课。有时咱读圣经，咱拢足惯势会讲读迄个足短对无？咱读迄个足短的规则，哪真做会当讲我应该了解上帝的意思啊。但是有当时咱的困难是，圣经则踮伫一个真大的一个书信中间，也是一个福音书内底，伊其实每一个较大的这个脉络，拢有伊所要表达的意思。今仔日咱读的这段圣经则，老实讲，咱就熟悉。有可能咱咧背经句，自细汉背到大汉，因为爱怎样，常常欢喜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大家人拢一直拢咧背这个经句。总是这嘛，那亲像讲咱网络时代，咱就足紧的，常常爱祈祷，爱喜乐的心，爱定定祈祷，爱定定感谢。敢若拢足简单呢，但是咱一定有这款经验。当咱咧真正要鼓励一寡拄着困难的人，你安尼讲有效还无效？拄着一寡困难的人，
若是敢若安尼甲因讲爱喜乐，伊就会想讲，我都已经足艰苦啊，你阁甲我讲爱喜乐。讲伊爱定定祈祷，伊也会分享讲，我就踮伫一个真大的苦难中间，我无气力通好祈祷啊，阁爱感谢，阁较困难啊，我都已经毋知影要感谢啥物啊，你阁爱我祈祷。我所要表达的是，当咱咧读一个较底的根据的时阵，检测咱无一定真正完全了解圣经的作者想要对咱讲的意思。保罗所写的批信有伊想要做的代志，伫因的时代，书信有足侪无共款的用途。有的人会当写足长的书信，为着要表现讲，我是一个足牛的人；为着要写足长的书信来代表讲，我是一个足聪明的人，我会当发表济学问。但是对保罗来讲，伊的批信毋是这个意义，伊的批信是伊要针对每一个读这话语的人真正的需要。保罗要带来真实、劝勉、甲牧养的开展，所以每一封保罗所写的批信，拢咧代表讲，诚做一个牧者的保罗，伊要怎样用伊的性命甲教会来对话，来共同敲吹上帝，你到底要怎样引带咱？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省一个真重要的城市。踮伫罗马帝国内面，咱大概会当想象，罗马帝国是一个足勇的国家，对无？伊是一个足勇的国家，但是也因为伊是一个足大的帝国，那亲像已经行入去偶像崇拜。只要你拜罗马，就安怎？拜罗马就会足顺势；只要逆罗马，你可能会面对灭亡。所以马其顿省的这个重要的城市帖撒罗尼迦，伊会当得到平安甲繁荣，伊上界重要的原因是啥物？因对罗马帝国非常的忠心，因对罗马帝国非常的忠心。这间教会是安怎建立出来的呢？踮伫保罗的宣教旅程，伊短停伫这个城市几个月时间，连续几个安息日踮伫会堂内面，甲犹太人辩论。所以有人信主，教会就开始诞生。总是这间教会开始出现了后，有侪人对保罗不满，控告因是扰乱天下的人，所以到伫上尾保罗爱离开这间教会。若是安尼来讲，这间教会是一间少年拄啊出世的教会，人无伫遐，保罗犹原真烦恼。到底这间教会拄着什么困难？这个时刻，教会所拄着的已经毋是犹太人来煽动，是外邦人踮伫这个处境内面，因要军队耶稣，因要信耶稣，因会拄着侪压迫，侪人想要压迫这个军队耶稣的人，轻的吼，只不过是互人排斥、互人藐视，那是较重的安怎？性命会受到威胁。军队耶稣踮伫迄个时代是一件危险的代志，因为一直以来帖撒罗尼迦的繁荣甲平安，拢因为伊踮伫政治顶面选正确的一边啊，所以即摆有一群人踮伫遐要军队主，这是一件真困难的状况。这是一间愈来愈边缘，也愈来愈艰难甲弱小的教会，因需要牧者。因需要牧者的鼓励，也需要牧者甲因做伙。保罗就想要过一摆到帖撒罗尼迦，但是因一直拄着侪的困扰，伊无法度转去遐。所以一方面透过提摩太，伊代替保罗去坚固教会众人的信心；也过一摆通过这的书信，伊是期待透过伊所要写的物件。带来真实的开力，来推动教会面对侪的苦难，可以让勇敢向前来行，也更加因要甲教会所讲的事实，踮伫教会内面，恁是一体的，恁毋是干那一个个人受到压迫，干那一个人拄着困难，恁是正做一体的教会，教会。是大家人正做一体，所以一个人软弱，咱也做伙软弱；
一个人欢喜，咱也做伙欢喜。这几个礼拜中间，到伫病院去探访咱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，看到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拄着无同款的病痛，有的人经过手术，但是犹原踮伫软弱中间，伊渐渐需要恢复，但是犹原是非常的软弱。有的人是经过手术了后恢复健康，也平安出院；有的人出院了后，也犹原踮伫困难中间，慢慢在听候上帝到底怎样要医治。其实踮伫咱的身躯边有足侪安尼兄弟姊妹，因踮伫患难中间，通过咱每一个摆的关心，通过咱每一个祈祷，咱所咧做一件事，甲软弱的人带到上帝的手中，互因的性命会当搁一摆甲上帝结连。毋那安尼，也透过祈祷，咱的性命会当甲遮的软弱的人性命结连起来，这是重要的，因为要结连，伫这个时代是困难的。咱的社会，互咱愈来愈正做个人。踮伫网络的世代，咱是一个一个的个人，咱袂去关心到底阮身躯边发生什么代志。伫这个商业的时代，咱也愈来愈强调，反正只要我有财富，我会当买到我所需要一切。所以，一个团体性的概念，也是咱讲所谓强的概念，已经离咱足远的。咱已经拢是个人，但是无正做一体，无正做一个强，感觉咱拄着困难是咱家己的代志，毋是别人的代志。咱拄着困难，咱拄着软弱，咱嘛愈来愈毋敢讲，因为这看起来应该是我有啥物所在我做无好吧。搁续来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，咱也拄着隔离的政策，人甲人就愈来愈远啊，人甲人愈来愈遥远。对外国转来的人，咱逐个人拢会惊。到底咱要安怎甲因对话？特别当最近咱阁发现侪倒位刷入来的迄个确诊的案例上侪印尼，所以政府就开始阁管制讲啊，对印尼袂当阁入来。看起来拢是想要保护咱的社会，莫拄着损害。但是当咱咧主动坐印尼的。咱讲外籍移工无入来的时阵，会拄着啥物代志？有足侪的家庭一直咧期待讲，到底啥物时阵才会当有外籍看护入来？因为遮外籍看护若是一日无入来，对因造成的负担会非常的大。咱看起来是甲遮的人拢无啥物关系，但是。一个政策落去无想到的，讲的是，这每一个咱所谓的千分人，其实拢甲咱的生活是连做伙的。到底怎样去对待咱身躯边这软弱的人，也是咱身躯边的千分人？检菜是代表咱的生命态度会是啥物咧？有一个神学教义安尼咧讲，遮咱所谓的千分人吼。只是代表讲，咱性命就想要甲遮个事，甲伊放伫边啊，切一刀落去，感觉讲遮个人吼，甲我是无关系。所以因讲吼，人无愿意去亲近遐个病痛的人，为虾米？足侪人无愿意想要去亲近遐个无健康、有病痛的人，是为虾米？咱知无？因这个神学家所讲的是，人之所以无愿意去亲近遐个病痛的，也是拄着已经临终的人，是因为知影讲家己有一天嘛会拄着病痛，嘛会拄着有一日咱爱面对死亡，所以莫去接触这件代志。咱认为讲我会当甲遮个事无关系。人无愿意去亲近渺误的人。
赤身肉体的人，无厝通转去的人，也是同款。咱无愿意去接触这个弱势的人，嘛是因为咱足惊吓讲，家己也陷入迄款的处境。所以咱有当时啊，敢若想要甲健康的人做伙，有当时啊，敢若想要甲看起来较安稳的人做伙，但有当时啊，无想要去接近病痛的人，无想要去接近软弱的人，是因为咱知有一日咱嘛有可能会拄着，所以吼，我上好莫去面对。甲因切开，这都是麻烦的人，这都是有问题的人。但是当咱嘛安尼做的时阵，咱也拄着一项事，就是有一日真正当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也甲咱家己对整个团体内面排除踮伫另外一边啊。咱也是一个搁一个的个人。教会真正的意义是啥物咧？教会是每一个软弱的人，安尼讲好讲，想象共同体啊，就是想象共同体啊。咱真正是拄着困难，但是咱知有原点伫教会内面有一群人是甲我做伙的，有一群人是愿意甲我做伙行伫这条路的，有一群人是愿意甲我做伙去面对生命中间的软弱。有一群人愿意甲我去面对我济生命的困苦，这是教会每一个软弱的人因生命的想象的共同体。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病痛，拢咧提醒咱生命是软弱的；每一个人的苦难，拢咧提醒咱踮伫上帝面前，咱是卑微的，咱除了彼此结连，做伙来敲吹上帝恩典以外，咱无别项。就着安尼，咱才会当来读这段经句讲，爱常常喜乐。为什么你会当常常喜乐？因为就算讲咱踮伫济的患难中间，踮伫病痛内面，咱拢知影有一群人甲咱做伙，有一群人愿意陪伴咱，有一群人踮伫教会，踮伫教会这个共同体内底，咱是共同咧面对这个困难的，所以咱才有法度常常喜乐，咱才有法度不断祈祷，然后踮伫逐项的环境中间，拢爱献上感谢的心，这才是教会。踮伫济的患难中间，咱会当去知影讲。有人甲咱做伙，有人咧替咱祈祷，也因为安尼，咱会当感谢上帝陪伴咱身躯边的每一分子，成做一体。咱会当活出无同款的人生。保罗也继续讲，毋通去拍花圣神的工作，毋通看轻先知的话语啊，爱详细去查验，持守美好的，也放杀一切邪恶的。信息的宣讲，先知的根据，每一摆的敬拜，每一摆当咱做伙的时阵，咱拢咧体会圣神踮伫咱中间。圣神也通过咱每一个人不断咧讲话，通过咱祝福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。所以对帖撒罗尼迦这间真少年的教会，因咧面对外在的压力，也面对济伫内部有足济奇怪的信息咧流传的时阵，保罗请大家毋是完全接受，但是嘛毋是完全去排斥，是有聪明智慧，咱详细去查验所听到的一切，以及踮伫整个团体内面，咱是做伙咧查了解这一切，辨别圣神的工作到底是啥物，也都是讲。当咱是切做一个个人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这是危险的。一个个人的时阵，咱感觉圣神就是安尼，圣神就是安尼。但是，咱感觉的圣神的工作，无代表是圣神踮伫咱这个团体内面，伊所要做的事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需要搁一摆将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成做一体，咱做伙去敲吹。到底上帝你踮伫阮的教会中间要做啥物？
最后保罗才为着这间教会祈祷，讲愿迄个赐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一尽正信啊，互恁会当正信，互恁会当完全无通指责，因为迄个调恁的上帝是信实的，伊呼召每一个兄弟姊妹甲耶稣基督团契，互咱做伙踮伫教会内面迈向正信。所以这个根据，毋是敢若一句一句安尼切开一个个人读哦，爱喜乐就好，爱祈祷就好。是咱踮伫整个教会内面，咱看到咱身躯边软弱的兄弟姊妹的时阵，咱会当正做一体，咱会当搁一摆做伙鼓励。其实这也是这一礼拜中间咧看咱教会遮的软弱兄弟姊妹，互我得到一个真大的鼓励。是虽然因真正踮伫病痛内面，有少年的兄弟开刀了后平安顺利出院，咱为安尼献上感谢。也有软弱的兄弟开刀了后到达为止，也搁踮伫病床，慢慢咧恢复。厝内底是困难，但是咱也有缘献上祈祷，因为上帝踮伫这中间有缘有伊所赐落的稳定。因为咱毋知的是，当伊要开刀进前，敲电话来互牧师，是甲牧师讲，伊的亲人甲我讲的是，无开刀绝对无远望，有开这个手术有缘足危险，所以伊到呾也会当踮伫病房内底咧慢慢恢复，慢慢咧疗养，检测这也是稳定。咱也常常咧关心，伫咱中间有济也拄着感情咧影响的。有人经过济摆的化疗，身体是软弱，但是嘛经过一摆又一摆的疗程，会当平安出院，到伫家己的厝，甲亲人聚集，这是稳定。也有人，咱的兄弟踮伫软弱中间，虽然看起来是困难，总是有缘踮伫厝内底，咧慢慢疗养。也有济咱的兄弟姊妹不断去关心、去祈祷，这也是稳定。伫每一个稳定的中间，咱才知什么是喜乐，咱才知原来照着咱彼此的关心，咱是正做一体。咱毋是家己一个人咧面对苦难的。当咱重新来想咱信仰成长的过程，咱一定会想起有济对咱来讲真重要的信仰长辈。当我每一摆甲因咧对话的时阵，我常常会听到信仰长辈安尼讲，伊讲服侍上帝袂规伫空空，服侍上帝的人绝对袂规伫空空，嘛有人。长辈会鼓励后一辈讲，阁会当服侍上帝，就是一款福气。我相信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咱检测拢听过这个话语。若是照今仔日来看，当咱咧听这个信仰长辈话的时阵，咱会安怎想咧？服侍对你来讲到底是重大，是一个假的工作？也是照因所讲的，因亲信讲，服侍上帝的人袂规伫空空。服侍上帝是一款福气。咱一直拢误解一件代志，咱认为喜乐是靠咱家己会当得到的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喜乐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会当去得到的，也毋是透过咱踮伫济聚会内底的气氛会当得到的。愈想要靠家己的手去得到喜乐，迄就是暂时的，一个就消失啦。喜乐是人甲上帝的信心结连，喜乐是当咱每一个人甲咱对上帝的信心结连做一伙，互咱自然而然所流出一个生命中间满足的感受，去关心每一个困难的人。去听每一个人的故事，去陪伴遐个踮伫软弱中间的人，咱的生命会发现，当咱踮伫一个
为着别人，为着青云人，为着整个教会，为着整个社会，不断咧付出，无求任何回报的时阵，咱的生命内面会有一款真正的满足感，迄是喜乐。当咱咧服侍，咱若真正咧服侍上帝，咱会有喜乐。有当时咱得袂到喜乐，是因为咱靠家己的气力就会当想要去得到啊。迄毋是真实的喜乐。所以教会是一个团体，踮伫这个团体内面，咱三夫妻、三欢喜、三斗阵，照着安尼，咱有生命真实的满足。明年度，我下一个目标讲，爱创造结连，活出美感。当你到中一同工对话的时阵，我讲明年度，咱就掠这诚做咱的目标吧。创造结连，活出美感。当这个世界将咱每一个人都一倒落去，诚做一个搁一个个人的时阵，其实上帝拢陪伴咱，诚做咱身躯边迄个人的，咱讲吼，专有名词叫做重要的他人。重要他人啊！上帝陪伴咱，诚做咱身躯边，咱即马坐伫咱边啊，遮个人的重要他人。伫这个个人化的时代，咱需要一个结连做一伙。保罗诚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重要他人，因为上帝创造这个生命的连结，互即间少年的教会。无伫到踮伫患难中间失志，颠倒病，因会当踮伫患难中间悠然喜乐，不断有喜乐的心，也不断踮伫祈祷中间感谢，伫宣讲中间去见证上帝踮伫因中间，这就是真正的水。咱的生命也是安尼，迄个美善的气力，其实一直踮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圣神感动咱。咱得到迄个感动，互咱愿意为着边仔的人付出，咱就哪会得到所谓永远的喜乐。所以有一日，咱也会当别人分享讲，服侍上帝是生命中间上大的荣幸啊！服侍上帝是生命中间上大的荣幸啊！因为会当服侍上帝，咱有喜乐；会当服侍上帝。咱会当真正得到生命的满足。来到伫大降节第3主日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所讲的是喜乐的信息。咱一直拢在上帝的带领下面，一步一步迈向正圣。这个圣是咱正做一体，这个圣是咱参与踮伫这个教会内面，咱正做一体。咱因为上帝呼召，所以咱存在。咱因为上帝呼召才存在。当咱生命中较无要去做的一件事，甲世界真正的需要相拄的时，咱会发现，迄是生命真重要的喜乐。我讲一摆哦，生命中间你所较无想要做的代志，有一日你只要发现。你较无想要做的一件代志，甲咧这个世界真正的需要相拄的迄点，迄就是生命中间上大的喜乐，迄带来生命真正的满足感。所以，愿上帝真正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份祝福，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个结连，活出真正的水，互咱的教会，互咱的社会愈来愈美好。互咱的生命也成做一首水的歌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自一管通成做一间教会，自一管，互阮每一个软弱的人，阮会当踮伫遮，阮超出生命的重伴。伫阮的身躯边，有人是软弱，有人踮伫病痛，有人踮伫苦难。总是阮知，踮伫教会内面，阮会当将阮每一个人的困难摆伫你的面前。你一直拢陪伴，人围累踮伫阮的身躯边，
正做阮的重要他人，互阮三结连，互阮三鼓励，互阮三祈祷，互阮三祝福。照着安尼，阮会当得到喜乐的心；照着安尼，阮会当定定伫祈祷中间献上阮的感谢，互阮的教会愈来愈水，互阮的社会也愈来愈水。愿主使用阮，互阮踮伫圣诞节要到的时，活出这个正神的性命，活出喜乐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三个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575首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，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
侪。即时我来报告，请掀开周报第8页。教会消息第1点，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，第4主日大港节点麻节由妇女团契黄桂香会长甲主日学来负责。第2点，12月20也是下主日举行圣诞节联合赞美礼拜，当日第1堂甲第2堂的礼拜要合并伫上午9点来举行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今年的圣诞节庆祝会甲圣诞爱餐暂停一摆。第3点，本主日下晡2点要举行2021年教会事工协调会，地点伫社区发展中心咖啡屋，请各部部长、机构首长、团契会长出席参加。第4点，12月20是退休牧师传道师奉献主日，请为退休牧团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5点，教会定伫12月20、11点来举办财务训练，请明年度新任的机构首长、团契会长出力甲过界出席参加。地点社区发展中心咖啡屋。为着要准备中昼顿，若无法度参加的，请咱往教会办公室人员来请假。第6点，教会过介绍要伫12月27来结绍，请要伫今年度奉献的兄弟注意来配合，伫节制进前完成奉献，方便会家作业。明年度教会过家小目检查定伫2021年1月7、17两个主日来举行，请各机构团契伫年底来结绍，并且准备资料来受检查。第7点，2021年本教会继续推动信徒每日读经。每日读经的教材采用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的《新安公读经》。若要参加的，请填报名表，方便来索取使用的教材。煞只团契消息，上海团契当季的庆生会，伫今仔日上午10点半，要伫上大教室来举行。庆生会结束了后，中昼12点，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的边仔举办岁末感恩的爱餐，请有报名的准时来入席就座。主日的第40期儿童快乐周晚营，伫今仔日开始接受报名，报名到2021年2月21来截止。请往办公室来摕报名的奖章，上时嘛缴钱完成报名。以上报告，其他消息甲奉献的名册，请咱家己来规划。这是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我先来读一摆，煞只请大家做伙来读2摆。着常常欢喜。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，请咱做伙来请。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，搁一摆，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
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。介绍请老牧师。好，咱今仔日有几位新来兄弟姊妹踮伫咱中间吼，有一个杨清发兄弟，毋知踮伫啥物所在，互咱做伙欢迎伊，来到伫咱教会中间。搁一位是迄个志峰甲信娟的好朋友吼，蔡梦官跟吴怡慧两人。因一月底要踮伫咱教会结婚。所以嘛，请咱为着甲因欢喜，定为着因来祈祷。好以上遮个报告，咱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，咱做伙来吟圣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亲像行前，听咱亲像行前，星星愿能甲咱感动，徛起在咱心内，送归上帝。相通，只是到万世代，只是到万世代。做伙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。以及信心的感动甲相通，甲咱正兄弟姊妹三弟弟对打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